今次填表格問問題嘅係一位爸爸喎，佢就話啦，佢覺得太太同個女咧有好多溝通嘅，但係咧就同自己咧就冇咩兩句，咁佢就唔係好開心啦，咁就問我會係啲咩指紋啊？我曾經咧都睇過一個好類似嘅個案，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啦。因為咧個爸爸咧嘅指紋就花比較多，咁啊媽媽同埋個女嘅指紋咧就係呢個水啊同雀仔比較多，咁所以咧爸爸放親工翻屋企會點咧？就會話啦，個櫃桶都未生好啊，個門未生好啊，點解會咁咧？因為花嘅指紋咧都係中意靚嘢啦、整齊啦，有充滿住一個舒適嘅空間咁嘅喎，咁所以咧佢個原廠設定係咁嘅時候咧，佢不自覺會返到屋企就第一時間會見到呢啲嘢。但係作為水嘅指紋嘅囡囡同太太會係點咧？水嘅紋型嘅人咧就喜歡你第一句同佢分享係關心咗佢先啦，近排攰唔攰啊？做嘢辛唔辛苦啊？囡囡返學今日返學都開唔開心啊？佢哋嘅期望爸爸係咁樣同自己溝通嘅喎，咁所以呢個個案咧想同大家分享，原來唔同紋型嘅人，大家希望嘅愛嘅語言係唔同嘅。我哋可能每一個人都好似呢位爸爸咁，一直咧都唔知道自己同屋企人嘅原廠設定嘅指紋性格係啲咩喎？呢一個爸爸就係因為花同埋屋企人嘅水好大嘅分野，咁你咧，你又會係因為同屋企人嘅指紋性格有啲咩分野咧？每個人都值得了解自己同屋企人更加多。希望今日嘅個案俾到啟發大家啦，下集再見。